看保龄地是食物中毒一案哦，搁再增加一个，是一个住伫新北市43岁的查某人，伊去病院治疗，即马嘛已经登去厝里休困咯。目前哦是已经超过30例。虽然食署检验35种的材料，拢无验出米加骨酸。卫生福利部的处长王必成哦，伊是认为讲，可能甲已经用完的前一批果仔条有关系。另外，远东百货 A13保龄地是环境采检哦，上近2礼拜内会有结果。保龄中毒案有没有在你们理赔范围内？对记者提问无做出回应，新安东警产检甲台视大公司找伊派高层出席会议，因为保龄地小信义 A13店引起的食品中毒案件，台北法制局要厘清因的承保范围，敢是包括整个美食工厂。新安东京保险，也就是大时代，它所保险的范围必须涵盖整个美食广场。如果没有涵盖，我们就会依照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依法开罚。到初一早起，上新统计，保龄的食品中毒个案又增加一个，目前累计通报已经超过30个，其中2个人死亡，带甲予病亡的有5个人，搁较有人肝严重损伤，爱换肝。经过中央检验35件实在体检了后，卫福部处长王必成表示，全部拢是阴性，无检出米加菌酸。包含了一些蔬菜啊，还有一些调味料啊，那这些当然原始的果条、香兰叶这些都有验啊，通通都是阴性。我自己推断还是跟这个果条的关系是比较大。采检的食物检体拢是食药署3月26为保龄大会，但不过多数的患者食饭拢集中伫3月20进前，所以王必成研判可能是前一批有问题。也毋过要找到相关食材实在有难度。除了食物采检之外，人的采检也搁有登去厝收养的9个人，检体还未出来，环境采检结果要2礼拜左右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